我们刚刚讲到就是眷属的方面啊，哎呀，或者明官说法之初为同是吉祥山莲花光宫殿，传法上师为吴今莲花生大师。我们文法的眷属也官为八大之名和金城25尊及永世空心之自信。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我们就前面所讲的就是莲花生大师到达了西藏以后，在桑叶寺的附近，在传大圆满法，成就了莲花生大师的25个弟子。那么在各个就是让它就往上流。那么有些呢，从石头里面呢，就是在甘露的水这样驱出来，等等各种各样，想出各种不同的。有些人把被已经杀掉的那种尸体，让它活去。那么这个25个人呢，就是在莲花生大师的藏地的最主要的成就的弟子。所以就我们平常也是要知道，在莲花生大师的净土里面，像我们就是像阿弥陀佛的净土里面，主要是在那个阿弥陀佛的旁边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感，还有怎么说呢，那个大势至菩萨，还有八大菩萨等所有的菩萨，男女菩萨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就像莲花生大师的净土里面，主要是有本尊莲花生大师，以及有八大持密支，还有那个金城25人等等，有永世空性之自信或者明官住处圆满为东方显系刹土金刚萨埵的净土。我们在那个修无家心的时候，也是有观想那个金刚萨埵跟显系刹土嘛，就是金刚萨埵的净土。本师圆满为报身金刚萨埵。那么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法身报身化身这三个来说到，就是普贤王如来是法身，莲花生大师是化身，金刚萨埵是报身眷属圆满为金刚座的尊重，永师永母自信或者灵官住处圆满为西方极乐花部的尊重，永师永母男女本尊之自信。无论如何，法圆满为大乘法，师圆满为本来常有相续轮。这些法，那么这些以上我们观想的这些就是净观、清净观。所谓的清净观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很简单的讲，我们把我们自己观想成为菩萨，这就是清净观。不要观想成我自己是充满烦恼的，很多我的缺点都不敢说出去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的很多缺点。就这种的想法全部要断除。我是一个菩萨，为什么我是一个菩萨？我本来是具足佛心的，所以一个菩萨。能达到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冠为上师也是佛那么你自己的
部分呢，就是在没有办法静观清净观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你只是把上师观为佛的时候也是很难。所以我们在修持这个怎么说呢？一些本尊的仪轨等等，还有在我们在五加心当中的修持皈依境的时候，或者是上师瑜伽的时候，都是上师观相成为莲花生大师，都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不够怎么说呢？不够智慧，所以没有办法在亲近观想。所以亲近观想的意思是这样的。然后是圆满为本来常有相续轮的时间圆满，所以就是这个法圆满佛圆满事圆满，是圆满就是实践圆满。实践圆满就是不是说是今天的日子是特别殊胜，什么多么殊胜，所以就是非常圆满，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从最小的、最了解、最简单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今天比如说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有多少的时间做多少个事情当中呢，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是非常殊胜，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很殊胜的时间，这么理解也可以。但是最主要的是圆满，就是这边所讲的是圆满为本来常有相续轮，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普贤王如来第一个发愿传法到今天呢，整个的这个实践当中，这个传法是没有间断过的。我们任何一个人自己有能力可以听法的情况下，从佛的这个相续当中传出来的法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所以从来没有听过的，没有间断过的。那至今也一样，到此时此刻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把时间是非常圆满的时间应当了知这样观想并不是将非清净之法观想为清净，而是这些法本来就是清净的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些的法本来就是清净的。我们不是以为是说我们今天一说要观想清净的时候，就马上本来是假的东西，那么就是马上他就是把它转成一个好的东西，就这不是这个的想法。所以我们相当就是有催眠的方式嘛，对不对？催眠也是一种观想的方式，这就是差不多就是同样的观想。魔鬼的话，你可能也许自己会成为魔鬼；观想菩萨的话，你自己可以成为菩萨。那个人就是本身就是有这种的本能，所以我们观想清净，那就是会清净的，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所以我们就能够可以观想清净。原因是什么？本身是清净的。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我们在人间这个娑婆世界来说的，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对佛陀而言没有任何不清净的，对菩萨而言没有任何不清净的。比如说今天菩萨看我们都是菩萨，但是我们看我们就是我们都是众生。区别是什么？我们的烦恼还没有清净，我们的业障还没有消，所以我们就要消业障、消烦恼，所以往这个方面努力这样清净呢上师是三世诸佛之本体，其身为身众，欲为法，欲为佛，总集三宝，有身为上师，欲为本尊，亦为空性，总集三根本，有身为化身，欲为宝身，亦为法身，总集三身。上师是过去诸佛之化身，未来诸佛之源泉，现在诸佛之补处。上师示述了贤劫前佛也未能调伏度我们着实众生，所以这个方面，这个以上呢，我们就不用特别多的解释。这个来说到就是一个上师的功德。那么你如果是有能力可以转变的话，就本身的这些的功德是存在的。但是你如果是把一个上师
当做一个普通的人来看，或者是当做你的佣人来看，那他顶多就是起一个你的佣人的，就是可以帮你拿一个包或者什么的，也许可能只有起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像比如说你有一个老师，你就把他当做老师的时候，他就起一个老师的作用；你把他当做家人的时候呢，起一个家人的作用。那你把他当做佣人的时候呢，他只会起一个佣人的作用。就这样的这个来说的，就看怎么去想，怎么去看。所以就上师本身就是他有这个一切诸佛的本体。上师呢就是具足三宝啊，具足三身，具足三根本啊。那么在具足一切本尊的这个总体。所以呢，在过去一切佛的化身。未来一切佛的源泉，过去一切佛的化身，这怎么讲的呢？在时间轮回当中所传法的一切的善知识嘛，都是过去一切诸佛菩萨的化身。那当然，在藏传佛教里面，就是有一个转世灵通认证的方式跟认证的这么一个文化那这也是有过去很多的这种高僧大德嘛那么他们。就是确确实实有这种不可思议的神通，能够可以看到这个前世今生的一些这样的神通，他们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就是能够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有这么一个文化，也可以这么一个传承。除了这样以外，全世界所有的佛教徒当中呢，就是在所有的在过去的印度也好，现在的在世界各地的这些高僧大德。能够在弘扬佛法，那个普度众生的这些善知识们，都是诸佛菩萨的化身。有没有说明说只是哪一位菩萨的这个化身暂时灵通？没有这样的一个，有没有这样的说的这种因缘的一个这样的区别？实际上来说呢，都是诸佛菩萨的发愿而产生，呈现再来的。怎么说呢？呈现再来的诸佛菩萨的化身，所以上师是一切诸佛的化身。那么佛陀也是说，过去他研究了以后，再成为善知识的怎么说呢？样子来度化一切众生。所以也并不是说是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活佛，所以只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佛菩萨的化身是无量无数的。所以上师是一个善知识，能够可以讲经说法，度化你，能够引导你，让你学习佛法的善知识。所以就是他就是具有佛的化身的这个本能，所以就是一切佛的化身，也不是说是一个佛的化身，是一切佛的化身那么未来诸佛之源泉什么意思？为了能够成佛的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是依靠上师的教育而修持佛法，最后才成佛的。所以就是为了一切佛的怎么说呢？源泉。现在一切佛的付出，也相当于是现在一切佛的怎么说呢？代表，相当于就是现在真正的就是我们现在修持的法，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传给我们的法所谓的佛教徒就是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的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教是什么？佛法是什么？教正二法。学习他的教育，能够得到他的证悟那就是佛法那么我们就是在佛教徒，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也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么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存在，谁来代替就是一切上师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释迦牟尼佛的补处可以这么讲所以就是而且上师跟佛陀不同的地方是哪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不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的，我们自己的上师是比佛陀还更有恩的。从功德方面来讲的话，上师跟一切诸佛呢都是同样的功德，都有同等的功德，能讲经说法，利益众生。但是同的方是什么？这方面不同我们这些着世呢，过去出现过多少无量无数的佛，那个是
我们的上师对于我们说到，就从恩德方面来说到，比佛陀还更有恩德，就可以这样想。上师遗疾为深重，一切能做乃上师，是为具的金刚持。我们闻法众眷属也同样具有如来藏，已获得了珍宝人生，并遇到了善知识，以方便教育，因本方便教演摄受教言所以也是未来之佛，所以我们也是未来佛前面所讲的就不特别多的解释好了。如二观察序云：众生本为佛，然而克成者，构尽现真佛。那这个部分是什么？构尽极现佛。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前面国生刚刚所讲的，我们本来就是有佛性，本来就有如来藏，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佛。就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这里面众生本为佛，人为克称者，构尽极现佛。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水晶球洗得干干净净的，就是水晶球；把就是弄得脏脏的时候，就是看不到水晶的这个本能。所以就像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整个的学佛的过程是什么目的、什么结果，这个方面必须得要怎么说呢？清楚。自尊自恋着空着我